中山北大門，活力港口。2025年，中山市政府正式將港口鎮納入中心城區，一場關於蓉城生活嘅進化論喺呢度澎湃啟幕。雙城南岸佔位灣區黃金樞紐節點，5分鐘接駁中山城北高速、深龍互通、南下火炬山收費站，快速接駁南中高速，多條途徑接駁深中通道。日均20班次嘅中港直通巴士，港口上城站、深江鐵路、中山北站 TOD 樞紐擴建，廣珠城際中山北站車次增加，多維交通交織，雙城南岸出行效率升級，顛覆你嘅想象。位於中心之上嘅雙城南岸，以黃金6公里嘅優越地段，將城市精華通透融入日常生活。中山山姆會員店即將開業，10分鐘暢達。保利國際廣場、萬民匯、深旅上城 V Park 等黃金十字商圈環繞，盡享便利生活。旗江新城1湖2館1中心即將開放。港口醫院離項目直線距離約1.3公里，華神實驗中學直線距離約2.7公里。旗江新城全民健身中心規劃落地，仲可以打卡落雨撐林。喺中山人才公園、港口濕地公園等誠心綠費，支起一頂帳篷，體驗寫意人生。港口排骨飯，生活小河鮮，港口海鮮自助粥廠，更多經典老字號美食。無論你中意食邊種美食，住喺雙城南岸，體驗無窮嘅舌尖享受。作為淺水湖智慧方舟規劃片區首發項目，雙城南岸以現樓實景加交付即交證嘅確定性，打破期房焦慮。1.5萬方主題園林，過加1級資質嘅萬科物業護航，戶型設計更係亮點十足，傳承少有嘅101方戶型，實現專梯專戶 N+1超高使用率，空間打造更隨心所欲，採用高規格精裝交付，更有小面積能做到4房嘅戶型。喺黃金6公里生活圈內，擁攬衣食住行樣樣齊全嘅誠心頂級資